我的女神。亲爱的，我要记得按你做事啊。不要，这样会不舒服。亲爱的，还是戴上，对咱们俩都好。亲爱的，我愿意安全做事。人家就是想要一个孩子嘛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就算有孩子，我也不需要你来负责。亲爱的，亲爱的。亲爱的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冬眠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哭了，是不是金灵都吃你了？人家的金子没了。乖乖。大姐，金子没了，我去有什么用啊？我又弄不出金子来。人家求安慰嘛，过来。金子都走了，你还待那儿干嘛呀？你赶紧回来吧，回来我安慰你吧。行了，别哭了，赶紧回来吧。